騎電助力車好處多多，對膝蓋負擔細，脂肪燃燒嘅效率高，又減少肌肉疲勞，仲可以刺激大腦分泌更多多巴胺，令人更易養成運動習慣。中置電機款爬坡能力強，啱晒中老年人。而家香港電助力車合法使用規管仲係空白，等政府修法。雖然香港暫時仲未有明確開放電助力單車嘅區域，但隔離嘅深圳就係車友們試玩電助力單車嘅好去處。深圳灣公園有條15公里長嘅濱海步道，路面平坦好踩，加上無敵大海景，最啱一家大細去踩車。一路行有唔少休憩觀景台，吹住海風，望住飛鳥掠過，遠處跨海大橋嘅靚景，真係好寫意。至於大沙河生態長廊，全長13公里嘅綠道幾乎冇斜坡，輕輕鬆鬆就可以穿梭城市同自然之間，兩岸草木茂盛，仲連接高校、濕地公園等唔同景點，就算係新手都可以輕鬆上手。而且沿路導視清晰，仲有租借服務站，踩車又安全又舒服。等香港法規完善，電助力車有望成為環保高效出行新選擇。未完善前車友記住留意政策，去合規區域體驗啦。